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開始進入咗下半部啦，嚟到第7、第8集。今次呢兩集咧好精彩嘅位就係好多好笑位，相較起咧之前嘅6集嗰份嘅鬱悶、唔舒暢、沉重，今次呢兩集咧有一種高潮迭起嘅感覺，有少少好似玩緊海盜船或者玩緊搖搖板嘅節奏，都幾 chill 幾 exciting 嘅。喺第7、第8集有幾個亮點，包括東滿面對自己覺得好不濟嘅人，就係卞恩雅嘅前男友馬在英。當馬在英竟然優勝過自己嘅時候，東滿咧心理上過渡唔到。第二就係恩雅嘅媽媽原來係咁涼薄、咁無情、咁自私嘅。3，東滿終於可以出道啦，耶！好興奮啊！今次嘅影片會講一講難忘嘅一幕，就係東滿嘅單純同埋高慧珍嘅骨氣。如果你都對呢套劇有興趣嘅話，請繼續睇落去。呢個影片係有劇透嘅。我嘅頻道劇是布丁媽係以劇集為主題，如果你都中意睇劇嘅話，請唔好猶豫訂閱我嘅頻道，就會定期收到劇集嘅前度介紹或者劇情解釋，喺追劇嘅路上一路睇一路傾，或者分享俾你身邊中意睇劇嘅朋友啊！請訂閱劇是布丁媽。好，我哋開始講第7、第8集啦。講講呢套劇努力克服自卑的我們，係呢套劇集咧主要係描述兩位主角被身邊嘅人咧定義為冇用、無價值，睇唔起佢哋，肆意踐踏。咁兩位女主角點樣去面對其他人嘅眼光呢？就係呢套劇想表達嘅。我之前都拍咗第1至第4集同埋第5、第6集嘅劇情解釋，歡迎大家點擊嚟睇。今次呢套影片主要會集中講第7、第8集，並且係有劇透嘅。好，我哋先講下難忘嘅一幕。第7、第8集入邊咧有趣嘅場口都唔少嘅，咁其中呢一幕咧係讓我捧腹大笑嘅，就係黃東滿咧去描述翻當日當佢係片場初哥，即係20零歲嘅時候，佢曾經係助導，即係佢當時女主角咧就係卞恩雅嘅媽媽吳貞喜啦。咁咧佢嗰次咧喺片場裏邊咧發生一件雨事，佢咧就搞肚痛肚屙啦，咁片場咧就 set 咗浴室，黃東滿就因為好肚痛啊，咁佢就用咗咧嗰個片場嘅浴室嘅馬桶去解決啊，但係沖水嘅時候發現，咦，點解沖唔走嘅咁樣，先發覺咧原來個馬桶係道具嚟嘅，佢就即刻咧想清走個罪證咧，就想捧走個馬桶啊，點知咧個馬桶係穿窿嘅，咁即係意味住裏邊肚屙嘅便便就咁樣流晒出嚟啦。哇！呢個當時嘅佢咧係個片場初哥，佢因為想逃避呢件事咧，就選擇落荒而逃。咁因為呢件雨事咧，工作人員咧用咗足足1個月嘅時間去除臭啊，要停工。當我聽到呢個故事嘅時候咧，我係捧腹大笑啊，即係覺得好有趣，好好笑。喺呢件事裏邊咧，睇得出咧黃東滿咧真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啊。喺呢件事裏邊咧，佢嘅選擇逃跑嘅反應咧，因為佢嘅逃避，以致影響咗佢之後整個嘅演藝事業。佢形容咧，如果唔係嗰次佢逃跑咗咧，可能佢已經一早就出咗道啦。當時仲可以同未來嘅影后合作添。呢件雨事雖然咧係讓人捧腹大笑，但係咧帶出淡淡嘅哀愁，因為呢件嘅雨事，黃東滿驚到走咗，所帶嚟嘅代價實在太大啦。見到咧黃東滿咧嗰個軟弱嘅個性，如果你黃東滿嘅話，你遇到同樣嘅雨事，你會點樣去揀呢？你嘅反應係乜嘢呢？我俾觀眾嚟選擇一下。A， 好似黃東滿咁樣，覺得好瘀啊，唔可以俾人睇到自己咁傻嘅，唔想俾人笑，遠遠要逃跑。咁佢黃東滿咧係從此冇再返到片場。B 就係喂，唔得喎，份工緊要喎，你笑還你笑，我懶得理你啊，我有份工先至係最重要嘅。C 唔識咪唔識咯，可以學噶嘛，笑咪笑咯，都係好笑嘅，笑完就會過噶啦，咁就開開心心豁達咁返返去片場去面對大家咯，俾人笑。A、B、C 唔知你係邊一類人呢？如果係 B 同埋 C， 代表你嘅心臟夠強大，唔係一個易碎心靈。如果係 C 類嘅話咧，更加係心靈健康啊，有底氣嘅人。似呢件雨事咧，代表咗咧東滿咧係冇片場嘅經驗，亦都冇 common sense。佢唔知道片場嘅馬桶係假嘅，佢冇諗過原來道具同真嘅馬桶係有分別嘅。但係對於心靈健康嘅人咧，佢可以自我調節，佢會接納到自己係傻傻豬，咁人哋笑下就算咯。之類嘅人咧係代表住會自我接納，不卑不亢，有底氣。但係東滿咧係屬於 A 類嘅人，心靈比較易碎。黃東滿會選擇逃跑咧，係因為佢自卑，佢好唔想面對俾人笑啊！呢個對佢嚟講係一個好殘酷嘅狀況。自卑嘅相反唔係唔自卑同埋自信，對我嚟講，自卑嘅相反係自我接納。呢一幕喺好笑嘅事件嘅背後，帶出一份淡淡嘅哀愁。東滿其實暗地裏係自嘲緊自己當時嘅軟弱，仲有而家呢一刻佢嘅懊悔。同一幕都帶出東滿嘅悲哀過往，亦都帶出恩雅媽媽吳貞喜嘅冷漠同埋絕情。觀眾，我哋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係一個有名氣嘅人，突然之間有個痴心漢走到你面前，佢話其實佢好仰慕你嘅，咁就重述過去
同你之間件佢覺得好蠢嘅事，你聽咗之後你嘅反應係點樣呢？其實呢一幕我哋見到東滿係一個好純真嘅人，心係好透明嘅，一片丹心。喺偶像面前呢，佢係將內心嘅小秘密講咗出嚟。呢個人內心好柔軟，好真摯。呢顆心呢，係咪好容易就可以同人可以聯繫得上呢？王東滿其實係一個好有溫度嘅人嚟㗎，但係吳貞喜卻係點樣呢？佢係暗笑，睇唔起對方，覺得對方真係好不濟啊，長不大，盡是鄙視嘅眼神。喺呢一幕之後就係吳貞喜去搭車啦，喺嗰幕裏邊描繪咧吳貞喜喺度冷笑，其實呢啲都係鄙視嘅笑聲。呢一幕真係令人好心寒啊！吳貞喜呢一個人點解可以咁涼薄、咁自大嘅咧？就算佢社會地位好高，有好多擁戴佢嘅人，咁又點呢？好似佢呢一個盡是鄙視嘅品格，就算佢係幾有名氣都好，又有乜意思咧？好佩服編劇啊！佢呢一個咧真係鐵三角張力描寫。鐵三角係乜嘢咧？第一個就係極好笑嘅語事，第二個就係帶出極細緻真摯嘅內心，第三個就係冰點無情可鄙嘅深藍紫色有雨血嘅心啊！係啊，呢三個角擺埋一齊咧，就成為一個好有張力嘅三角描寫。編劇寫得非常好，好佩服。嚟到第五、第六集，另一個亮點咧就係東滿嘅嫉妒啦。一個佢睇唔起，覺得佢唔係路、不入流嘅學弟阿馬在英，喺東滿嘅眼中咧，馬在英真係技不如人啊！但係竟然因為恩雅咧同佢聯寫劇本之後咧，將佢劇本咧成為一個神劇般精彩啊！東滿咧真係完全接受唔到啊！所以咧佢連恩雅咧佢都忍唔住啊，要嫉妒啊，要爆恩雅。嗱，呢個熟悉嘅 pattern 咧，佢又嚟啦，維園阿伯又出現啦。維園阿伯係乜嘢咧？就係抱怨啦、投訴啦、鬧啦。咁呢個位都幾有意思嘅，俾我哋睇到咧，人咧係起起伏伏嘅。呢一刻係如意嘅時候咧，自己好自然咁樣會特別可愛，會順攤啲。但係當阿東滿咧遇到佢嘅死穴，就個心咧就即刻過渡唔到。因為嗰段時間同恩雅一齊咧，佢心情都唔錯。但係咧呢件事咧，當阿馬在英咧可以好成功嘅時候咧，又踩到佢死穴咧，個 pattern 維園阿伯又翻嚟。東滿嘅死穴咧就係當人哋成功咧，就代表咗又再一次強調佢有幾失敗，就會醋意大發，佢就會嫉妒嘅。因為咧佢未能夠面對到咧自己覺得自己好失敗呢一個嘅感覺。咁人始終係人，好容易咧又跌翻入自己嘅 pattern 裏邊，而東滿嘅 pattern 就係嫉妒，所以呢一幕又寫得好有意思。下一個亮點就係高氏嘅骨氣啦。高慧珍即係朴景世嘅太太，佢哋係高朴影業嘅老闆。喺第七、第八集咧就更加立體咁俾我哋睇到高慧珍嘅魅力何在啊！高慧珍咧就係記者出身，有一次咧佢過唔到咧，上司咧為咗要揾噱頭新聞，竟然要佢喺一個失去咗年幼孩子嘅家庭悲劇入邊，要揾一個有趣好笑嘅點子嚟報導。高慧珍過渡唔到啊！佢覺得呢個明明一個好悲慘嘅故事，點解我要揾一個有趣嘅點子，而為咗去有一個 juicy 嘅新聞去博呢個新聞價值咧？佢過渡唔到，佢就辭職。嗰陣時諗，如果要做有趣嘅事，佢寧願拍電影。就係咁，佢就同現時嘅丈夫阿朴景世喺當時咧就一齊打拼，就拍電影啦。咁今次咧嚟到第七、第八集咧，就講阿崔氏影業老闆咧，就壓制之下，就要話高慧珍咧將政府資助嘅項目咧《敲敲門》呢套電影咧，就改為佢哋自己私人嚟做，咁樣咧就可以賺取更多嘅利潤啦。崔氏老闆仲同阿慧珍講，可以俾1成嘅利潤分俾佢，覺得對於佢嚟講已經益咗佢啊！哇！但係呢個明明咧就係阿崔老闆見到呢套戲敲敲門有得賺，佢就同阿馬在英聯手，就飛起原本要拍呢個電影嘅高慧珍。哇！呢個手段盡見咧阿崔老闆嘅勢利，全無道義可言啊！同阿高慧珍講，我1成分俾你，呢個都係施捨嚟嘅啫。喺度咧，我好欣賞高慧珍有高尚嘅情操，佢就拒絕同崔老闆同埋馬在英去合作，佢寧願放棄唔拍呢套戲。幸好呢套劇裏邊有高慧珍呢個人，由高慧珍呢個人成為一個象徵，去對抗嗰啲只係睇利益、睇唔起別人嘅人，就係崔老闆。所以高慧珍喺呢一套劇裏邊有個好重要嘅象徵意義，多得有佢。下一個想講就係卞恩雅嘅媽媽吳貞喜啦。呢2集咧更加睇得清楚卞恩雅嘅媽媽吳貞喜係一個點樣嘅人。當恩雅咧佢講翻俾媽媽聽，佢細個嘅時候俾媽媽拋棄之後，恩雅嘅傷痛，但係吳貞喜聽完之後竟然係無動於衷。吳貞喜甚至都覺得佢自己都好可憐啊，都冇人同情佢啦。
哇！呢個人實在太離譜啦吧！當年阿女咁細個，佢係一個媽媽，固然有一個基本責任，就係照顧孩子、撫養孩子啦。但係當年佢撇下咗個女，唔理佢喎，就走咗去喎。但係呢一刻，當佢聽翻阿女嘅傷痛嘅時候，佢竟然唔將阿女嘅傷痛當作一回事啊，仲完全去忽視咗自己當年母父嘅責任啊！我睇見呢位媽媽嘅涼薄、不近人情，真係心裏邊覺得佢好卑鄙啊！唔知觀眾有冇共鳴呢？喺第7、第8集咧，就更加睇到吳貞喜呢個人幾咁嘅無情無義、不負責任，而我哋更加係共鳴得到卞恩雅嘅傷痛同埋佢面對緊嘅掙扎。跟住呢2集有一個好重要嘅亮點，就係黃東門佢終於出道啦，耶！佢嘅天氣師終於可以拍成電影啦，多得崔氏老闆同埋馬在英佢哋因為利益而放棄政府嘅資助，而高偉珍又拒絕同佢哋行呢一條路。於是高偉珍咧就接受咗政府資助項目嘅第2名天氣師，就即係黃東門嘅戲。高偉珍咧就決定投資去開拍天氣師呢套電影啦。哇！真係好開心啊！睇咗咁多集，黃東門咧終於可以有出道嘅一日。我哋帶住期待嘅心去睇第9、第10集。總括嚟講，第7、第8集就係帶俾我哋一個比較輕鬆啦，開始有開朗嘅劇情，同埋有轉捩點出現嘅位啦。所以睇第7、第8集都係幾開心。唔知你有冇同感呢？歡迎你喺底下留言話俾我聽。我嘅頻道劇是寶的媽係以追劇為主題。如果你都中意睇劇嘅話，請唔好猶豫去訂閱我嘅頻道，就會定期收到劇集嘅前導介紹同埋劇情解釋，讓我哋可以有更多嘅交流，又或者分享俾你身邊中意睇劇嘅朋友啊！今日講努力克服自己的我們第7、第8集嘅劇情解釋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